语新闻杂志。读绘本讲故事，毋是只会当讲互囡仔听，老大人来听嘛正适合。随着台湾进入着高龄社会，长照的需求愈来愈多元，故事的绘本嘛发展出无同的用途。台湾就杂志社积极来培训着适龄绘本的人才，而且搭配延伸出 DIY 的手作甲活泼的舞蹈，互这个绘本嘛将做陪伴阿公阿嬷上好的选择。进入到无人声的厝内，72岁林水伫饭桌顶，一个人享用午餐。所以土耳其就收容了很多难民，其中有一位是来自这个台湾的这个台湾人，他是在机上的。厝内唯一的声音是电视传来新闻，15当前林水国小教职退休，老伴过身。3个儿女成家，伫外县市定居，只有假日才会转来探望伊。无饲长辈林水，伊面对孤单孤独，伊开始学下线仔、写毛笔字、提补树木的时间，客厅的壁顶嘛打甲全书法甲春联，这拢是林水作品。在家里你看，我没有人跟我一起说话，我的喉咙都快要说不出话来了。你一个人在家，只是看电视啊，或者是做自己的事情很无聊，而且脑筋会退化很快，所以我们就尽量走出去。伊虽然甲一个人大，不过伊的心态并无孤单，每天踏出家门，想要活甲更较精彩。美了，酷了，酷了，美了，美了，酷了，酷了，来转圈，你们2个转哦。参加陪长者读绘本的活动，林水伫老水带领下，伊嘛上台去比赛舞步，而且伫完成绘本的手作的活动 ，DIY 起来后纸。我过时间，这起啊瞬间就变成一顶帽啊！林水甲伊放伫头壳顶，我真想转去到囡仔时代，伊露出笑容。退休了后，人生的下半场，伊家己掌握主导权。平常这些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就觉得很无聊了。那能够出去呢，跟大家一起这么多人嘻嘻哈哈，过得很快乐。先用绘本来跟长者一起建立关系，一起聊天，一起互动，一起陪伴。发现大家都原本是读绘本互小朋友听，即嘛是陪长者读绘本。老大人会当消除空虚、寂寞、冷清，嘛改变原本的印象。为着要培训更较侪人投入，为期2天的课程，老师分享经验，带开学员是认真做笔记，一组一组的讨论，老师嘛不时来指点。只是说这本书在操作的时候，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你们要讲的时候，你可能变成对。实际上阵读绘本互长辈听，这学员拢袂惊场，有的人更加是耐心十足。这是要折三角形哦，右边的先折三角形，往上折，右边的往上，你的右边。有美语老师甲学习障碍老师经历的罗翠君，也是10多年经验的资深讲故事的妈妈，参加培训活动。因有真深的感受，因为服务的对象对小朋友变成长者，事前的准备，得要用更较久的时间，压力愈大。其实小朋友的话，因为可能就是以往的经验，就是看到故事书，可能我看一遍我就可以马上发挥了。但是对针对长者的话，我发现我看1遍不够，2遍也不够，3遍，甚至看过N次，觉得说在分享的过程，我要怎么把这个故事的精彩的那一面，分享给长者。因为猴子有毛，所以看起来很
这一块，对，用这一块，然后呢，发挥他想象力。也有对华人来陈永玲，在24位学员当中，伊的头毛已经铺白色啊，特别显目。其实伊年纪已经是78岁。就是说，将来我们都是一个年长老人的社会。那我们在我这个年纪来讲，我剩下的余命还有多少，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一直想说，我在我剩余的这个岁月里头，我是否可以做一些将来我们年长者的一些服务的工作？想要服务于长者，但是陈永玲家己就是长者，特别的是把这个形状连接成一样东西。如果是叶爸爸的话，你会把它连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听陈永玲读绘本的是70岁到68岁的翁仔某，比伊年纪也较小。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几岁，我一直都把我的年龄都会忘记掉。再一个，当然我们有互相了解过的时候，因为所谓的长者，就是说不管是几岁，比我小的也是长者，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历练，所以我更能够体会到长者的心态。所以我讲起话来，或者是我在解释这绘本内容的时候，更能够有同温层的、同理心的。学员内面有年纪较大，嘛有年纪较小。生做安尼囡仔边的姚瑶，其实已经40多岁啊。伊少年时阵创业做品牌规划，了后投入画图的教学，希望将画图的专业甲绘本陪伴长者做结合。读绘本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做艺术陪伴的艺术画画方面的教学。那陪长者读绘本的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第一个是可以再训练自己的口条，第二个是说可以让我们的就是从文字跟图文中去产生更多的故事的连接。那我觉得那个是对我自己在做绘画教学的这个部分是很有帮助。根据国发会报告，2018年台湾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超过330万，占总人口的比例是高达14%，达到高龄社会。其中独居的老人超过30万，推估2026年每10个人当中，大约4位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这里超高龄社会，长期照护尤其重要，是免去疏忽的新领域。杂志社推广陪长者读绘本，更加是新兴的服务。台湾社会现在正在面对即将走向这个超高龄社会，其实长者的样貌其实是越来越不一样。那他也不再只是过去所谓的这个需要这个吃药啦，或者是很多只关心健康的议题。其实长者他们对于人生的下半场，其实他有越来越多的需求，包含如何让他的人生能够过得更丰富、更美好。往后很多长者需要在这方面，尤其是绘本这方面，带动他们走出他们的家庭。对，因为真的长者真的有很多会在家里不想走出来。借由轻松的绘本故事，纠结甲长辈距离，为因带来笑容，感受欢乐甲温暖，而且结合生活的律动、手作甲歌唱活动，活化长者的大脑，疗愈心灵。杂志社希望这学员结婚了后，会当甲绘本带入6年学习的场景，社区关怀据点甲机构，互老大人会当搁再创造生命温度，而且创造全球真少看到的长照服务应用模式。